中南部这几天拢伫咧落大雨，也造成2个人死亡以外，伫彰化分园中南路，还有高雄的大庇湖园区内面，可能是这树仔互风雨扇倒缀着民众。也若这个台南早起是落雷公雨，也互这个安南区中溪路2段的高压电缆对公卡断去啊，害当地的378户失电，一直到下晡2点多才修理好势。路边的树仔倒伫咧车路内面，阁掉一台奥多麦。日落中昼，细心的油菜伫大雨内面藏花。经过分园乡中南路一段的时阵，路边黄花风铃树，其实连续几天大雨倒去，讲到油菜。堆高机帮树排开，把将人拉出来，然后给予他的 CPR AED 等急救。油菜因为伤势伤严重，送病院了后宣告过往。同一天伫高雄丁清湖园区临时风园，案发的地点直接扭封锁线，因为有一个60几岁查某人早起伫园区散步的时阵，路边悬的相思树对军部断去倒落来，查某人互喊着，送病院了嘛是不幸死亡。土壤有这个目前可以看得到的这个是松动的现象，对，因为这个降雨这个含水量过高，主要的根系全部都溃烂。那所以其实这一棵树本来就应该是有一些风险的存在，但是可能这个园区里面的树没有定期去做健康跟安全的检查。专家初判树仔倒去的主因是树根拢烂去，大雨是造成伊倒去上尾一个关键。园区停止开放，等雨较细了后会做全面检查。若是大雨造成死伤，累计嘛，互台南安南区长溪路2段早起有378户出现停电的事故。架空低线以及上下层的高压导线，遭受雷击而断线，而且我们的爱子、装甲爱子还有悬垂爱子都破裂而引起那个线路跳脱。个大声来，电线断三条的。单位讲真大声，互民众拢惊到。台电的人员伫大雨内面嘛随到场，但雨手段嘛增加抢修的难度，一直到下晡2点外才完成抢修，拢总复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